要过年咯，走私是愈来愈多，都有不少的业者把这香菇藏伫个高粱酒的纸箱内底。但是这个香菇甲酒重量差伤多咯，马上引起到海关的注意。果然查到37公斤的香菇。另外，中国一个牌仔船趁深夜要甲36000外尾的满鱼仔偷渡转去中国，嘛去海巡撞到。半暝伫金门槟榔树附近的海域有牌仔行迹真可疑，未输你等人。海巡队员一个检查果然无单纯。大陆礁堡与金门疑似以金门籍的渔船有接触。黑色塑胶袋内面有几箱的鱼仔仔，敢若是要交货，连人带船带转去海巡队问个清楚。4、5、6、7、8。原来内面底拢是满鱼仔，总共36袋，估计有36000尾满鱼仔，市价将近300万块。这个53岁中国籍姓段的船头家表示讲，伊收人人民票300块，相当是新台票1200几块的代价。驶船到金门海域拍什么走私这批满鱼仔？纸箱轻轻，这内面底一定甲边仔高粱酒无共款。拍开一个看，内面拢是一包一包的香菇要走私，总共有10大箱，超过37公斤。金门今年敢若走私香菇就掠到7076公斤，市价超过1400万。不少业者看准过年时市场有需要，就将中国香菇藏伫高粱酒的货柜内面，拍算要走私，因过议员难逃法眼，拢总爱互人提起收掉。